小生原来有儿在
娘。
也将自己非常深刻。当在老船外长生的这黑的这领老之中，大为皇帝将小玉一与他为妻，那怎定？老衲不为死上，请先生我不别人吧。我有长老上阵杀人，你这侧去一则名色，夫人本当将小弟送与将军，怎奈休不在这与君过意，请将军这麻烦推荐去自己，三日后功对我国，小弟我要见我东北王爷送与将军，三日有此不长老父子关系把马将军吗？马将军，哎呀，谁人不知道？马将军一同才马军真是不关系，可没有经历，他
我
梦影是对，这只是不论是小生败。情长牺牲，上一世哦，老夫人在此修身真端上手哎，有道是公卿不知聪明哦，是之高儿呀，不必脾气，既如女长牺牲，乃是一家人，一场夫妻。儿呀，上级北京一家，不不，上级北京一家，不不。
该可是一点天只有几句小事，为何与兄妹相称？张先生，小女众生系相不在者，免许向老生内侧，怎会是他前来无意为非？好在先生养养，算正果，高潮起我。这你总活在小女身上，不人堂堂一品太君，两人也该有心更
小生是土路苦这里啊！
是我
把
也可是千金啊！就进去，岂不是他这是为了进去的？这件事啊，他姑娘不知道，我真的让你进去。哎呀，好表弟，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必要我挑小不成，挑小。我会在本家儿啊，不靠你呀。
我没想起，老婆有烧香啊。
要是什么这么自吹自擂的，我大义公一看落差。哎，老夫人，你妻子自称一貌，万一时辰不利，本不愿意。要是得到官夫娘，只怕要吃你老夫人的彩礼。哎，还有此彩与我，你色呀？哎呀，老夫人呐！
列这个这情况是什么？现今老夫人命令更从启程。上海是英语粤剧的一个地方，很多前辈们已经离我们远去，但是今天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，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西厢记的封箱演出，也许别人会不理解，觉得毛维涛、小百花你们在搞噱头，你们在作秀。其实我一直在说，封箱只是我们作为今天的梨园人，向我们的前辈们学习的一种姿态，向古人们学习一种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再一个就是，我们想，我们终有一天是会要退休的，我们应该把在好
传给年轻的一代。我们人到中年，应该学着去舍得去放下。谢谢大家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人家还专门去医院看望了他的老师，郭全香老师。他已经躺在床上整整4年了。他今天给严家说：“严家，你只要回来了，这病就会好的。”所以我跟严家说：“严家只要多回来了，这病就会好。”所以也许这个城市对粤剧人来说太重要了，因为从100年前、107年前，从浙江的嵊州一个山村里来到上海。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都市的文化当中繁盛起来，诞生了以袁水文老师、我的先生、尹桂芳先生等等这些前辈艺术家们为代表的，有了粤剧的这样的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。所以今天站在上海的舞台上，会和别的地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。所以允许我今天有一点失态。谢谢，感谢所有来自全部各地以及来自海外的小百花的花儿们的影迷们，谢谢你们来捧场。大家知道，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封箱仪式的，在北京呢，我们请来了著名的新锐派导演田青青导演，也是京剧做科高马旦出身，请他来为我们做了一个梨园当中的封箱仪式的司仪。在杭州呢，我们是请的杨晓清导演，原本我们想请我们浙江京剧团的宋宝楼老师，已经近100岁的老人，他非常想来，但是我们不敢请他出来。他有闪失，所以杨老师说我自告奋勇，而且我觉得他是导演，是应该来做一次封箱的。但是今天杨老师也是因为身体不好，今天没有到上海来演出。那么在上海要请谁呢？你们已经知道了对吗？要请出小百花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飞大哥好朋友，我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关仲天先生。来请他来今天的封箱仪式，我相信这个意义不用我来说，你们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请关仲天，因为他也是身在梨园世家之中，而且是今天依然活跃在京剧舞台乃至其他的戏剧舞台上，所以今天能够请到关仲天，我们叫他关爷。这个关爷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请他的一个原因。好，进来了，让我们恭喜！谢谢！祝贺！今天晚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快乐吗？开心吗？看见这么好的戏，这么漂亮的戏，这么漂亮的演员，你们幸福吗？我跟你一样，我站在旁边看了120分钟，非常的过瘾。这个关仲天，我们的关爷、关兄、关虎哥，我还没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已经迫不及待先出来。那各位朋友，我们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关爷，然后尤其我们的演员们，我们去工作，好吗？对，下面把舞辛苦了，好，留给你们请一会儿见。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是中福了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在这里见证一段我们可以想坐的，我们可以坐下来；想站的，你们可以近乎于行为艺术的封箱。那么今天的封箱呢，也不仅仅是收存毛维涛版《西厢记》，我们也共同来做一个礼拜。我们拜天、拜地、拜人。我们首先拜一拜我们700年前的王实甫老先生。去年2012年是伦敦的奥运会，
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看过，在这个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，英国人很嘚瑟，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莎士比亚在这个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向全世界亮相。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中国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还有一位伟大的戏剧家，就是那个写了那个死去活来的那个《牡丹亭》《游园惊梦》啊，汤显祖。而且我们还有比莎士比亚早200年的更伟大的黄世甫老先生。正因为有他老人家，我们才能够在700年后的今天这个晚上，收获让我们心潮起伏的感动的快乐。天地良心呐、现在大家要想一趟快乐归乐，正罗你对吧？我们还要拜一拜《西厢记》，我们拜拜这出戏。这个伟大的西厢，700年来颠倒了多少众生，制造了多少种风情，有多少好多的戏班，好多不同的地方的剧种都扮演过它。就仅仅是越剧，我们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1954年上海越剧院的版本，袁学峰老师一个崔莺莺，翡翠居老师演的张生。当年呢是为了接待这个金日成主席创排的这出戏。另外一个版本就是1991年这个小百花他们的版本。这个版本囊括我们戏剧界几乎所有的奖项。到今天，这出戏22年了，依然是那样的光彩照人。那么这出戏的魅力何来？它的华丽之极，通俗之极，它对人性、人心的体察入微，简直的不可一世，空前绝后。我们要拜一拜小百花的这些伟大的女性们。她们怎么可以就这样的诱惑人心，横行无忌？接下来，我们有请小百花，有请。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所有的演出的行头要摆在这个箱子里头，要封箱的这个箱子。那他们都是像崔莺莺一样，颜色艳丽，光彩动人。谢谢。有请雷厉风行的大恶人，大家都不喜欢他啊，搅乱了一段那么美妙的姻缘。恶人董科技，有请，经常的唱起来像恶精灵，再中间一点，气宇恶，台上很善良。好，我们慢慢来。这是他刚才在台上大家看到的穿的这个西装戏服。谢谢。我们接下来请出上下5000年古今中外最杰出的穿针引线大内高手，谁呀？红娘，有请陈慧玲。现在还那么漂亮啊！22年前不得了啊！这个红娘不得了啊！有红娘，也应该有崔莺莺吧？我们有请严家，崔莺莺、严家2个人一起好，还要请出我们燕者自愿的毛毛。
小百花。那么毛伟涛啊，越剧和毛伟涛舍此一端，都是不够体面的。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！紧张声声为这个英英宽衣。哎，给我们再宽一件。招式呢，叫我们叫踢瘸子。毛毛呢，这个踢的这个瘸子这一下啊，是得到我川剧名师的点拨的。那么问题是，他学完了以后，在舞台上这一表演，就是一踢、一踢、一拿、一转身，引起了很多争议。很多有些专家说，这个一踢应该姓川呐，不应该姓岳。但是我说，不管他姓什么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，他就姓毛，对吧？呀，我还没说呢，你就已经穿了，来不及了，脱衣服了。脱吧，脱吧，脱吧！本来说我想请英英为张生换衣服的，这是经验的脱，我没看到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比我有眼福。好，来，风箱里地了啊！接下来我们要请出，这是我刚才讲的，这是原声带的演员，毛维涛、田佳、陈奎林、董克地。接下来我们大家请出的是第二代张生、蔡哲飞，第二代的崔丽英、周燕。他的旗袍那么漂亮，来，然后拜师吧，我们师徒对拜吧。开心的温馨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有请第二代的老妇人徐国芳和第二代的红娘熊琪来啦！徐国芳、熊琪，师徒对拜。我们要看一下这个《西厢记》在小小百花的手里头将会怎样的继续的光彩动人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日本有一位茶道大师叫千修明，他发明了一个概念，叫做一期一会。意思呢，就是说每一次的相遇都是此生的唯一，我们要珍惜。今天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后一次欣赏到毛维涛版的《西厢记》，刚才大家真的是有眼福，让我们珍惜今晚，珍藏今晚毛维涛版的《西厢记》这样一次美好的际遇，感谢他们。谢谢你们，也感谢我们自己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通过这部戏，我们发现我们是这样的心存善念，心地美好，对美是如此的心向往之，对爱情依然如此的惦念和容易感动。谢谢大家。